全国肉品市场昨开放拍卖经济特产会一个统计昨全台湾拍卖28300只猪，平均大公斤一个价格是103块，也今日大部分的菜市啊，拢买有国产的猪肉。都有地点的头家讲这一个透早生意是价三成，也阁有人客提早打电话来主问，就是惊讲会买无猪肉。车牌透早各地猪肉摊出现紧条，民众拢咧买温体猪肉，因为受到非洲地区疫情影响，全台超过半个月无买卖国产温体猪肉。本年就有猪肉摊业者表示，车牌透早就有民众来排队，买起增加3成。刚刚要10外工尔啊，好，半个月嘞。好，今天咧买气预估增加几成？大概3成有啊。都2只就剩下那里啊。哦，一下子就卖完了呀？差不多嘿。摊商业者就讲，车市恢复拍卖了后，大卖的成交价甲疫情爆发之前差不多，所以卖的猪肉价格并无伤大波动。也毋过消费者烦恼买袂到温体猪肉，所以也提前预定。加买无？就加人生意好啊！我惊讲今日人会足多，我先决定。加4-8年啦，消期就对啦。根据特产会资料统计，车市全国各地肉品市场开放模拟拍卖，总头数28300多只，总平均重量133公斤，拍卖价每公斤大约103块，价格也算平稳。经过农业部统计，这摆疫情大约加出35万至39万只猪。为着稳定猪价，会适时启动冷冻分流稳定猪价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